《海賊王》嘅德里斯羅薩篇入邊有一個角色叫基爾羅士，佢係一個國家嘅英雄嚟嘅。不過早年俾敵人改變咗成為一個玩具之後呢，其實大家都已經唔記得咗佢，只剩翻佢嘅雕像留咗喺個競技場入邊。咁對於入邊嘅市民嚟講，究竟呢一個英雄係真係存在過，定係只一個雕像呢？呢一件事咧令我諗起一個叫曼德拉效應嘅嘢。咁曼德拉效應就係講緊呢，有一啲信息可能係好全世界好多人都相信，但係原來佢唔係一定係真嘅，但係有好多人信緊嘅喎。呢個效應呢，喺而家網絡世界咁興盛嘅時候呢，更加容易出現啦，因為大家好容易咧得到一啲錯嘅信息，然後咧就大家可能一齊會誤解同埋信咗呢一件事咁樣。所以大家咧每一次接受一啲新事物嘅時候咧，不妨可能上網或者問下身邊嘅人 fact check 下件事係咪真嘅先至走去信，以免又製造更加多嘅曼德拉效應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